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人讲人生海海，有一寡代志都爱互你了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海，好爱海。第二条，地球上瓦近大陆的水域，咱讲海，像大海海水。若跋落去海底，咱讲落海；渡过海洋，咱讲是过海；若过海以外的所在，咱讲是海外。一般来讲，海比洋搁较细。古早讲东西南北四海龙王，若即马洋，咱讲像大西洋、太平洋。另外，拄则讲到人生海海，这个海海就是大方、凊彩、卖计较，无啥物好期待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海反，这是戏剧的名，卖当讲是厝内内乱。或者是海底鱼仔伫咧反乱，有一句俗谚语讲到“先生无在管，学生搬海反”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厝内无大人，下骹的人伫咧乱。第二个词读做山明海誓，代表讲感情亲像是山遮尔坚定，亲像海遮尔深，代表袂变卦。有一句较笑话的话，讲到酒醉讲山明海誓，若酒醒讲昨昏歹势，意思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无坚定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戏剧系学生毕业表演的作品，本来规划剧情是要搬男女主角两个人山明海誓，结果现场气氛伤过欢喜，煞变做是喜剧搬笑亏，规个走进去。和进前老师讨论内容拢无共款，有影是先生无在管，学生搬海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海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